之前講過計數機啦，計數機其實就令到我哋基本上唔需要識心算都能夠計算到一啲數字啊。係啦，咁其實呢樣嘢呢，喺現代呢，喺用 AI 出現嘅情況之下呢，都有新改變。現在嘅學習呢，究竟你係學習緊一個知識嘅本身啦，定係去學習點樣去使用一啲科技幫自己可以得到嗰個知識呢？現在即係以前呢，你會去背嗰啲咩唐詩三百首啊，記晒所有內容。咁其實而家你上網撳個掣，基本上啲嘢查晒出嚟，基本上一隻字都唔需要記，甚至你可以即係撳完出嚟之後即刻讀翻出嚟。咁其實睇對外間嘅人嚟講，同你溝通嘅，其實佢唔會覺得你有咩分別。反而你係要有嘅乜嘢呢？你就係能唔能夠有計最快嘅方法提取到嗰一個嘅信息，而嗰個信息係啱你想要嗰樣嘢喎，即係變咗你個腦本身你係記咗啲嘢落你嘅大腦，跟住之後咧，你個人咧就透過一啲即係內部腦部嘅神經咧去攞嗰啲資料噶嘛，而家咧你就叫做新增咗啲即係儲存體啊，喺呢個雲端又好，儲存咗喺出邊咩地方都好，其實你都係用一個信息去攞到嗰個資訊咁樣。咁你而家要學嘅咧，其實係唔係一個新嘅提取方法嘅知識咧？咁樣。